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搁将解说2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来，今日咱来研究一个甲人有牵连的俗语。头一句，顶句有人，下句嘛有人，咱讲做人惊贼，贼惊人。朋友啊，搁将时常咧招你探讨，但民间咧流传，无论用草木、树丛、动物、精神啊种种的比例，拢嘛是咧讲世间事，俗语就是咧讲百般的真理，所以直接用人来比拼。顶句对下句，人惊贼，这唔免解说。咱吼过去农村社会，莫讲有啥物价值的物件互偷摕啦，都敢若迄个枪啊来到咱到厝尾顶，大遐甲咱老两座啊人问落来，甚至来遮甲咱旋一扑了，咱就惊到要死啊！啊，毋过过去农村社会，贼完会惊人哦，因为有真侪工庄咧拼。哦，迄都某人的囝，安尼不受罪，半暝半来阮兜甲偷摕，偷牵牛，贼完会惊人。当然，即马是无共啊。即马若讲来咱兜做强啊，你去看到伊生做啥物款的样相尔，拿刀啊起来甲你抬倒的哦。即句人惊贼，贼惊人，俗语的特色头一种用对比的。过来，俗语另外一种特色就是用倒句的，原来甲人有牵连的俗语。顶句讲叫做约人正正，下句讲叫做误人空行。即句原来免啥想解说，代志讲甲用要成事啊，要正，讲约人正正。已经将近讲甲决定啊，就对啊。结果啦，国正啊，明仔2点半哈，台北车头小等，徛伫咧迄个车下骹哈。啊，我都毋捌你啊！啊，我甲你解说啦，就牛尾炮迄个牛啦吼，台北牛吼，迄个牛下骹小等啦吼。结果无影啦，我2点就去等啦，等到4点啦。你甲约甲正正，我真正徛伫牛尾炮迄个牛下骹等你呢，误人空行。人甲人相对比，讲倒句的，做人安尼就是做无信用。过来，另外一款咧表示做人的志气的俗语，我那顶句对下句，倒句的，讲甲人少听，唔甲人叫兄。这顶句咧讲甲人少听，就是讲我做工答你，趁你淡薄仔工钱，我将你的工作做好是应该。啊，毋过吼，我唔免对你破破塌塌，唔免当着你啊，猫咪党的、猫咪兄、猫咪姐啊，唔免。这叫做啥？这叫做食一点气，做人的志气，或者顶句有人，下句原来有人，人甲人相对比探讨的俗语，艺术的所在。